個客人咧，OK，我哋移入去，好後邊要稍等一陣啊。依家係啱啱開季，未係靚嘅時候啊。哦，多2個星期就會靚好多噶啦。係啊，嗱呢個有少少核嚟嘅，嗱呢個冇問題嘅，腍嘅，腍嘅 ，OK。我唔係你照食唔好抌，我就送多嚿俾你，唔好嘥嘛。哦。743，係。喂，唔係，我呢個照，唔係呢個唔俾你嘅，我整翻走，我送俾你嘅，係啦。OK，呢個我溜走啊，我就送多房俾你咧，唔使擔心。我直頭唔要，唔好俾你，好冇？嗱，1、2、3、4 ，OK，嗱冇噶，一粒都冇嘅 ，OK，再俾你。好，嗱，俾多5嚿你，可以啊？公道 ，OK，唔使擔心。好，嚟，最多要現場食咗佢啫。葫蘆皮薄肉多，係。哇，你拍片都得㗎，冇所謂嘅。葫蘆就清甜啲，乾包啲，收冇問題嘅。好，繼續。呢個係貓山王，位置冇位啊，冇晒位啊，再整個位出嚟啊。2房、3房、4房。呢個小紅你試下。小紅係啊，俾個2嚿你啊。好，再嚟坤寶。呢個叫坤寶。坤寶皮薄肉好多，之後但係嗰個核好大粒啊，好乾包啊，唔錯，係啊，類似啦，接近咯。如果嚟講就係可以得冇問題。好，好。稍等啊，喂，爆晒場啊，冧多啊，星期。好嚟，稍等啊，老闆你嗰個幫你封住咗先。係，佢開埋呢個就輪到你啦，好快。就老闆嗰個依家封住，就俾袋你。嗱，OK，有少少燒核啊。唔好啦，唔 OK，唔 OK。帶翻嚟，帶翻嚟。嗱，嗰隻唔靚，我唔俾你。呢個靚嘅，你繼續。所以新記度買包你靚，唔靚啊唔俾你。係靚啊可以。呢個非常靚啊！
食咗小紅，再食坤寶。食咗葫蘆先，葫蘆先。係啊，葫蘆先。係啦，葫蘆跟住小紅，跟住坤寶，最尾先食貓山王。哇，六房肉非常好肉，好正，好黏喉。大嗰啲點樣靚啲嘅啊？即係你中意食乾包，追求乾包，定係食大隻啲嘅？因為越細隻佢皮薄肉多就會腍身啲嘛。呢個睇到係好。小紅咯，嚟等都可以。我開咗先啊，靚先收錢啊，唔好急。因為唔靚我即刻，你睇好睇到啊，即刻攞走。嗱，皮薄肉多，非常可以起晒糖啊呢個。細核，全部細核。嗱，起晒糖啊，好靚黑金。一、二，非常好，乾包炒皮。4房、5房，非常好。係。小紅啊，小紅唔該快。哦，得，冇問題。可以。好啦，送晒啦，冇啦。都給生氣，來開了。他一過來吃。啊。非常美，干包猪皮老树起糖了。來。没事，以後不想飛過去就來我這裡。5年了。哦，在哪裡住？新山。哦，走後。新山去新加坡也很方便。對。如果新山直接飛過去，新加坡再過關，滿滿的，美美的。有安排。以後有在這裡就來這裡吃了。對，包你美美的。想吃就買吧，人生苦短，什麼都是。啊，是正常的，對。來，這個燒殼我幫你弄剪掉它，殼來的，好的。然後我放在這裡啊。黑絲是馬來西亞裡面中最貴的。然後現在還有一個叫松鼠丸，然後過2個禮拜應該可以吃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個8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對，都驚啊，啱啱先開始，如果唔靚就即刻換俾你，非常可以，黑青嘅，嗱佢唔係濕啊，好靚，嗱你睇個衣，好新鮮嘅，一滴水都冇啊！好新鮮，炒晒皮，好靚啊！可以，好，你數啊。哇，非常好，皮極度薄，性價比好高，雖然佢大鑊啫，但係皮薄肉多又抵喎。好大陣味啊，供出嚟喎，好好啊，係唔係坤寶大把，孖沙王大把，孖沙王坤寶喎，係啊，有好多品種嘅，白珍珠有啊，甲 B， 哇，大佬啊佢啦，要揾食噶嘛。係。寄過嚟我呢度啊。冇，放心。係。佢係咁樣嘅靚嘅乾包嘛，要乾包。買晒啊，冇啦。哇！你老樹度條紋都揾唔到，幾靚啊！好難開，好大隻嘛，因為
哇，靚啊！係啊，皮薄肉多，核大粒啊！嗯？啊，唔係天氣都熟，係所有馬來西亞榴蓮係樹熟，佢唔係漚熟嘅，所以佢熟先會跌落嚟噶嘛。係啊。好，要等陣啊！可以，好，我望埋呢個就幫佢封咗佢啊！手等陣，我俾個盒你，要擺埋一齊定分開？夠啦嚇 ，OK 可以。嗱，都係好乾包嘅，一滴水都冇嘅。係啊，冇嘅，全部好乾身。你嘅唔靚我嘅，唔使擔心，喺度買嘢。好，773啊，可以冇？可以啊，得。773。哦，開晒先，唔好急，開咗唔靚我換俾你嘅。係啦，冇錯。啊，係靚。哦，仲有一個學蟲，中蟲呢部唔愛俾你咯，其他俾你咯，可以啊。有中係啦，唔怕中蟲經常有入檳城榴蓮。呢個有蟲嘅唔可以俾你咪得咯。嚟。咁你點啊？下一步又點樣計嘅？我就送多房俾你咯。係啊，補多房俾你啫嘛，冇嘢嘅，好少問題。嗱，攞咗你一房走噶嘛，我攞房大嘅俾你啦。你有着數嘅，放心。但呢個核嚟嘅，唔使擔心，燒核。總之有問題，我負責到底嘅。好，冇問題。唔係因為佢嗰個細，我係攞細嘅，我攞個大嘅俾你。嗱，你比較下嗰個細嘅，呢個大嘅。嗱，你有着數，大嘅 ，OK。好，攞。跌咗去。好，嚟。吉 B 啊，白肉珍珠，白色肉嘅。呢個白肉啊？好。白肉珍珠就白色肉嘅。我知啊，你琴日好靚嘅。試下啊嘛。哦，我好值得食。因為我話俾你聽，聽日開啊，我叫你出嚟飲茶。哦。車出嚟。嗱，聽日係檳城飛啊，最驚佢飛機延誤啫。4房、3房、4房。呢個細咯，呢個。5房係冇啊，今日佢冇大嘅，得細嘅。今日啲白肉珍珠，琴日就有大嘅喎。嗱，白肉珍珠好容易認到個顏色嘅啫。即係黑刺就黃黃地、橙橙地咁樣咯，但係冇以前咁橙色啦。係啊，點解啊？因為啱啱開始啫。你呢個橙色喎，你呢個好橙喎。今日開嗰啲唔係好橙嘅啫。黑刺佢呢粒好橙色。哦。呢個 OK 唔錯。3房。有幾多500幾啊？4房。講完就唔記得咗啦。583。係啊。5房。有480蚊嘅有個。係收低陣啊。可以。我開咗呢個，你排隊啦，到邊個下一個？下個到你啊，係可以。好，咁下一個就直接到你啊。好，你大家都係新嘅好 fans， 大家要排隊啊，自己認住自己，下一個到你啊。遲嚟真係冇啊，我抌就得噶啦，多謝你，好食係嘛？好，咁就好，下次再嚟啊，多謝。你食嚿細嘅咯，俾你。佢唔食得嘛。3房、4房。都係5房，係啊。少啦。係。唔怕新嘅喺度，整多房俾你，整嚿5房俾你。
嗱，冇6房都整個6房俾你。嗱，可以光包炒皮啊，靚嘅。好。2、3、4。有會送我支魚清水送俾你。我冇問題，少咗次，多謝多謝。6房肉啊，有啊，6房肉唔錯。係啊。我都係睇你 Facebook 俾人睇你玩，我跟住幫襯下你。好，多謝你。個進攻呢個攻擊你咁衰。做生意緊有㗎啦，唔緊要嘅。最緊要講完啦，心態好，唔好理人哋點做。好，非常好啊，唔錯啊，好乾身，皮薄肉多。啊，每粒都有個價錢喺度㗎啦，明碼標價。好，非常可以。好，超級多肉啊！唔怕，真係開出嚟肉少，我送俾你，唔使擔心。好，我見你我冇理由啦，即刻過嚟幫襯啊！好，多謝啊！有少少燒核啦，我整咗佢，唔使驚，好靚嘅，緊有嘅燒核。1、2，哇，可以，好肉，開多盒，包個俾你，擺唔晒。好，3、4，個位有啲大，我送多房俾你。多謝你。好。孖生王，係啦，有啲大骨啊，嗱，比較大嘅嚇，好嘅。